2012年佢得獎啦！我叫周建恒，同事咧都叫我做恒嘅。我喺 OK 便利店工作已經有5年半嘅時間㗎啦。咁我本身嘅性格咧就比較文靜啦，俾人感覺就斯斯文文。得閒嘅時候就中意玩下電腦砌圖啊，最中意玩咧就係模擬城市啦，因為可以動下腦筋啊嘛。OK 便利店嘅服務理念文化包括有快捷、整潔同埋友善。喺今次嘅比賽過程裏面咧，得以擴闊眼界，認識到唔少零售從業員，同埋咧聽到好多資深同事咧分享咗唔少嘅經驗，真係學到唔少嘅嘢。我都好想將呢份經驗帶翻去公司，分享俾每一位同事嘅。今次能夠得到獎，要多謝嘅當然唔止一位同事啦，就好似我以前嘅分店經理珊姐、分區經理 Tony、Jenny 同埋區域經理 Alex， 所有培訓嘅導師，仲有公司嘅背後嘅支持，多謝晒！